起来！起来！首先是国内新闻，今天晚上6点，有一名男子爬到台北3月星光大楼顶楼，不断发出大声嘶吼，并有跳楼倾向。由于正值下班时间，民众的围观顿时造成交通瘫痪。目前警方与消防队已经到达现场，马上透过 SH 连线，带您进一步了解到现场最新状况。起来！是的，现在记者身后就是3月星光大楼。根据附近的民众表示，今天晚上5点多发现一名男子在顶楼徘徊，并大声嘶吼，有跳楼的迹象。目前警方已封锁现场，并派遣谈判专家潜入大楼。根据本台独家消息指出，该名男子并无固定职业，且经常出现于各类示威游行，因此记者初步研判他这次跳楼的动机，不排除有政治因素。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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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啦，哒，你看，头前遐就是咱当初熟悉的新光园啊。现主时也已经是改做228纪念公园咯。真想袂到，这个时代的改变，就亲像你对我的欺骗，你对我欺骗啦。你敢袂记得迄暗？也就是咱初初约会啊，咱对着公园内已经无水的鱼也有救抓。讲啥人若变心，就会亲像好起来贴在鱼底边，向偷死的鱼仔共款，来死个真歹看啦！你敢袂记得？起来，你真少看。起来，我的老妹点啦。你讲你上爱我，但是又搁变我，违背咱的手段。起来，你真少看。起来，我的老妹点啦，较紧出来谈判。代志大家讲破，若无我，无爱我会记得阿扁啊拄当选迄年，有一天透早，你讲你想要去总统府头前看人升旗，我也用摩托摆载你去到遐，结果还袂首歌我就叫交通的开一场红单，但是咱拢真欢喜，敢毋是呢？这你看，即马改修路已经改做开大个人大道，摩托摆嘛会使抓对面走，就亲像你捌缀人走同款啦。记得迄天你有亲嘴讲过，讲若想要甲你结成夫妻，就要有才调先做头家。我以为迄是你对我的鼓励，谁知影就在民国85年5月20日后遐宣誓就日天，全台湾2100万人拢是头家啦！你讲，你要嫁倒一个？你讲啊，讲啊，你讲啊！起来，你真爱死怎？起来，我规百岁啦，叫我怎样了啥？有心的可怕，你害我心痛痛。起来，你不免讲啦。起来，世间无咧牵挂，到这已经破破，跳落上。
是运命，是注定。本台消息，发生在今晚3月星光大楼企图跳楼男子，目前仍然与警方僵持不下。根据证实，这只是一件单纯的殉情事件，但由于该名男子并无进一步的具体行动，现场已引起围观群众的鼓噪与不满。警方呼吁全体市民及流动摊贩不要再前往该地，并希望这名男子的女友七辣能够尽速赶到现场协助警方处理。七辣。